第一部分，在自己身上尋找快樂，期望從別人那裡得到快樂，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。每個人都在忙於自己的生活，沒有人有時間來取悅你。你在地球上的首要責任，就是讓自己快樂，因為快樂是一種需要培養的習慣。你必須清楚地知道怎麼能讓你感到滿足，以及你想要怎麼樣的未來。世界充滿自私的人，所以最好由你自己來守護自己的快樂。這就像在你的家周圍建起山欄，這樣就沒有人能入侵並毀壞你的花園。和其他生活領域一樣，快樂也需要努力。如果你不努力，你的田地裡就會長滿雜草。有些人把快樂推遲到未來的某個事件上，這是愚蠢的。生活就像你的車，你必須坐在駕駛座上，千萬不要指望別人來掌握你快樂的方向盤。第二部分，投資自己。當一個嬰兒降生到這個世界時，他甚至不會走路或說話。成長需要不斷地學習，因此投資自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去學習新課程、游泳、跳舞或辯論，讓自己成為一個全新、進階的版本。地球上的每個人每天都只有絕對公平的24小時，你必須管理好這些時間，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。學習新事物沒有年齡限制，投資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設定目標和最後期限，這為你提供了方向和目標感。在自己身上努力意味着要離開舒適區。請記住，身心健康是任何人在地球上最重要的資產，沒有他們，你就無法享受奢華、朋友和美食。第三部分，成功法則與積極的心態。你可能會注意到，有時候資源較少的人反而比富人更成功。這一切都取決於心態。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，你需要積極的態度。一個消極的想法可以毀掉你整個旅程，就像一個爛蘋果可以腐爛整桶蘋果一樣。你的第一步奠定了你旅程的基調。消極的心態會導致失敗，而積極的心態會鋪平成功的道路。人類的大腦就像一台計算機，如果你輸入積極的想法，它就會積極運作。人類大腦的設計使得消極想法很容易快速進入，因此積極心態的公式很簡單。只向積極的想法敞開心扉，讓你周圍充滿積極的人，閱讀好書，看積極的電影，因為你的環境塑造了你的心態。第四部分，遠離消極的人，能量吸血鬼。消極的人是能量吸血鬼，即使有時你並沒有察覺，他們破壞別人的內心平靜，因為他們沒有為自己的目標努力，導致自己的生活令人不滿意，所以他們想找人轉移自己的負面情緒。最好的方法就是避開消極的人，不要試圖糾正他們或與他們爭論。如果你試圖糾正他們，你就踏入了他們負面力量的王國。如果消極的人在辦公室或家庭中，盡量減少溝通和接觸。你每天的能量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因為和鄰居爭吵1小時而浪費了精力，你就浪費了你的一天。外面有雷暴時，最好呆在家裡等它停止，而不是走出去成為它的受害者。幫助別人並沒有錯，但你絕不能成為一個總是哭訴、充滿負能量的人的受害者。第五部分。生活中的真正障礙，有時候問題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。這種錯覺是由於缺乏知識、焦慮或恐懼造成的。
就像河水的深度不能僅從岸邊觀察來衡量一樣，問題的嚴重性也不能僅憑外表來判斷。當你面臨問題時，首先要保持冷靜並思考解決方案，而不是讓緊張情緒成倍增加。任何錯誤的步驟都可能加劇問題或使其變成永久性的。要贏得戰爭，你需要策略，同樣，你也需要一個計劃來解決問題。人類最大的弱點是不輕易尋求幫助。記住，尋求幫助是完全可以的。如果不尋求醫療建議，醫生怎麼能幫助病人呢？你不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面臨問題的人。請記住，每個問題都有解決方案，就像每個瓶子都有它的開瓶器一樣。第六部分，為什麼有些關係無法長久？關係是一條雙向車道，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。如果一方不合作，關係就無法繼續，這就像地心引力一樣真實。為了某種利益而建立的虛假關係，一旦目的達到，就永遠不會長久。真實的關係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。如果這一點沒有得到滿足，被拒絕也是正常的。不要因此而徹底消沉或改變你的生活。在這個年紀，你應該記得，許多兒時的朋友已經被新朋友取代了。這就是生活，新人會來，舊人會走。妥協是好的，但並非總是如此。如果妥協損害了你的尊嚴和內心的平靜，那就不是妥協，而是慢性自殺。犯錯並不可怕，但不承認錯誤才是可怕的。如果關係真的走到了盡頭，請勇敢地繼續前進。第七部分。3種年齡與堅持的意義。世界上有3種年齡：心理年齡、生理年齡和證書實際年齡。每個年齡都是獨立且沒有直接關聯的。僅憑年齡並不能預測一個人的思想或身體能力。紀律、誠實和守時具有經常被忽視的變革力量。這些美德塑造了你的性格，使你成為一個全新版本的自己。走捷徑總是很有吸引力，因為它需要更少的努力和時間，但其結果永遠無法與一個完全自律的人相比。回報取決於努力，成功不會降臨在那些無所事事或僅僅停留在計劃階段的人身上。沒有行動的計劃就像沒有引擎的汽車。只有你的行動，才能決定你的成功。第8部分，拒絕拖延與平衡生活。拖延任何工作都等於給自己增加精神負擔。完成工作的最佳方式是優先處理任務。首先完成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後是次要的。完成一項任務會給你的大腦發送一個令人滿意的信號，從而帶來積極和自信的態度。平衡的生活同樣至關重要。如果生活的一個領域，比如你的工作，進展不順，你不應該因此停止鍛鍊、閱讀或社交。如果因為一根柱子不穩就放棄維護整棟房子，最終房子會倒塌。平衡生活的公式很簡單，列出你的優先事項清單，並堅持下去。在遇到困難的領域投入更多努力，但不要讓它影響其他領域。最終，你必須自己管理你的生活。不必要的緊張和抑鬱只會白白浪費你在地球上的時間。第9部分，活在當下與保守秘密。生活可能很艱難，但並不複雜，是我們把它複雜化了。我們通過過度思考、不必要的壓力、消極的思維和不切實際的期望，使生活變得令人痛苦。不斷地為過去或未來擔憂，是在浪費你寶貴的能量。
活在當下的最大好處是，它可以將你的專注力提高到100%，讓你更有效率，並取得最好的結果。同時，在人際關係中，不要對所有人敞開心扉。如果敵人知道你很脆弱，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。你有責任保守自己生活的秘密。另一方面，請讓微笑成為一種習慣。即使你獨自一人，也要微笑。生活充滿壓力，但你必須鼓起勇氣，用甜美的微笑去面對它。第10部分，警惕被植入的目標與聰明的敵人，當心那些不是你自己的，被植入你腦海的想法和願望。這包括消費主義廣告或你根本不感興趣的無聊爭論。優先考慮你自己的真正需求和長期目標，否則你永遠無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。你必須學會識別別人隱藏的不良意圖。有些人具有犯罪心理，對自己的錯誤行為毫無負罪感。不要盲目信任任何人。感性是好事，但對錯的人感性可能是致命的。記住一句名言：一個聰明的敵人勝過一個愚蠢的朋友。一個愚蠢的朋友比你的敵人更能毀滅你，因為他們無法做出明智的決定，並且會給你致命的錯誤建議。不要指望從芒果樹上摘下橙子。你必須知道你可以從誰那裡期望摘麼。第11部分，專注。幸福與如何對待孩子。當你想在生活中取得重大成就時，專注力是必不可少的。人類大腦每天大約有5萬個想法，其中大部分是無關緊要的。讓你的大腦忙於有意義和以目標為導向的事情，以阻止不必要的想法。為了讓生活真正幸福，請將其建立在5大支柱上：健康、金錢、朋友、家庭和安全。真正的幸福不在於過度旅行或無休止的購物，而在於這5個方面的平衡。在對待年輕一代時，請記住，孩子並沒有錯，他們只是缺乏經驗。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。給他們時間和空間，讓他們學習，像朋友一樣對待他們。最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快樂，如何維護關係，建立在理解和愛之上的堅實基礎，將使你的孩子能夠自信地面臨生活的挑戰。第12部分，情緒垃圾與拒絕干擾。有些人不斷地有無盡的問題，並沒完沒了地向你抱怨，這被稱為情緒有套或傾倒情緒垃圾。大多數時候，這些人都只是在尋求關注，不僅浪費你的時間，還消耗你的能量。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堅決地告訴他們，你已經盡力了，現在他們必須自己採取行動。干擾是阻礙人類發展的最大障礙。學會說不，對錯誤的人和事說不是非常重要的。做一個不懂拒絕的好好先生，對你的未來是不利的，因為你的精力和時間極其有限。結語：付諸行動，成為更好的自己。生活就像一個速度計，你的決定應該取決於具體情況。不同的情況需要不同的處理方式。大自然對每個人都是中立的，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生活變得美好。沒有目標的生活就像被白蟻蛀空的樹。為了平靜你的思想，請練習24小時冥想，這意味着以100%的專注力去做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。最後，你不可能讓世界上的每個人都開心。專注於健康的比較來提升自己，每一次堅持不懈的努力，都會引導你走向屬於你的完美人生。